后来继续来看这个高雄人武一间私立的幼稚园，因为这个教保员涉嫌用不当的方式来对待幼儿，让这个教育局裁罚停办半年。但是幼稚园安尼常常来关门，138个囡仔爱伫个短时间内转到其他幼稚园，这是让家长真头痛。一来，这个家长爱上班。 爱伫一礼拜内找到抑阁有夜道的幼稚园，这是真困难。二来，囡仔嘛爱重新来适应，这拢是问题。无怪有家长气噗噗。上课时间，家长骑乌托邦送囡仔来仁武区这间私立的幼稚园，因为一个人送完囡仔了，也未离开，因实在有够着急，拢是因为这个问题。 要停办，那我们是做家长的，都是双薪家庭，那谁来照顾小孩子？孩子要何去何从？我们没有学校可以去，短教育局跟我们讲，只有1个礼拜的时间给我们。因为教务人员涉嫌用无适当的方式对待囡仔，所以讲这间幼稚园被处停办半年。因为内面有138个囡仔，短短一礼拜应该送去倒位，家长除了烦恼找无学校，嘛可能讲囡仔都爱定适应。 好不容易孩子适应了，每天乖乖的上学，开心的玩、吃饭什么的，怎么会因为政府一个行政命令这么的草率，一下子就跟我们讲说，叫我们家长全部去请假，全部去帮孩子找地方。各个班级100名的学生都安顿好了，你要停办，你再来停办嘛。 平常时爱上班，迄若无请假，就无迄个时间替囡仔来找幼稚园。这个幼稚园停办了后，要怎安排这囡仔问题？教育局表示讲，会提供附近了有名额的园所名单，尽全力来协助。